大家好，歡迎收睇一談十二題。係啦，亦都有麥副長身邊嘅。今日咧，我哋請嚟咗大灣區家族辦公室協會主席李慧芬 Stella。Hello Stella。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我哋要講嘅咧係同呢個家族辦公室有關嘅話題啦。我哋溫故知新一下先，究竟乜嘢係家族辦公室？佢嘅功能係點樣？嗱，首先我哋用一個好字面去睇咧，地方就係一個家族嘅辦公室，即係話咧呢一個嘅辦公室咧係要 serve 或者係服務呢個嘅家族嘅。家族地方就唔係一個人兩個人咧，係即係整體有幾代人，即係起碼你都2代、3代或者4代以上，咁你先係真係家族啦。同埋佢嗰個開枝散葉係好犀利，即係呢種係一個嘅普通嘅概念嚟先。咁跟住就辦公室，即係話咧你唔係一個人咧係可以去服務呢一個嘅家族嘅，你係需要一個團隊去服務呢個嘅家族嘅。咁當然啦，一個家族其實需要好多方面嘅服務啦，例如地方由小朋友開始嘅，譬如教育啦，或者就話佢嘅一啲嘅當然投資一定要有啦，譬如保險一定要有啦。咁跟住就開始就講緊話，個成個家族嘅話咧，佢點樣去分配佢哋嘅呢啲嘅子孫啊，去點樣去營運佢哋嗰個嘅業務啦。因為做得個家族有得錢係去成立呢一個嘅家族辦公室嘅話咧，你一定係本身有個基礎係有盤生意先，即係你唔可能話係我打工嘅，咁我每個月咧就賺係兩三萬蚊，咁咧就儲少少錢去做，亦都唔划算啦，亦都做唔到話你想將個財富增值啦。咁所以就話喺呢個情況基礎底下時候咧，呢一個嘅辦公室呢一個團隊點樣去服務呢一個嘅家族咯。嗱咁睇翻個家族咧，通常咧就講下係一啲好富裕嘅人士啦，咁可能係有一間有啲生意啦，間生意可能係無論係上市或者非上市都好啦，咁咧都會係牽涉到好多問題啦。我諗營運咧咁就唔需要有個辦公室嘅，本身間公司都會有團隊營運啦。咁但係咧就喺個傳承方面啦，同埋嗰個嘅資源分配方面咧，就成為一個問題啦。咁即係你知道家族如果好大嘅話咧，咁總有好多一啲子侄啊咁樣，咁有啲咧就上進嗰啲咧，咁當然幫公司做嘢啊，咁做得幾好啦。咁有啲咧係唔上進啦，係淨係飲飲食嘅話咧，就可能會係久而世久。係啦，咁你可能會係敗咗公司嗰啲嘅，或者係長輩嗰啲嘅錢嘅喎。咁有啲嘅講法咧，就話為咁樣啦，你可能係成立一啲所謂嘅信託啊嘅公司啊咁樣咧，咁咧就係將即係有關一啲嘅家族嘅資產啊，就係作為一個管理啊託管啦咁樣。咁呢啲屬唔屬於家族辦公室嘅內容咧？咁另外一點咧，就好多時聽人哋講啦嚇。咁個家族辦公室個出現嘅原因之一咧，都係稅務嘅考量。咁譬如你傳承嘅話咧，就唔係香港咁樣，我哋冇遺產稅，咁當然就乜嘢唔使諗啦。咁你要點分啊？嗰個嘅話事人啊，或者係長一輩啊，咁你將財產點分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咧就響其他嘅國家唔係噶嘛，佢嗰個嘅財產傳承根據佢哋嗰啲嘅遺產法嘅話咧，好多時咧係政府同你分噶嘛。咁你唔想同政府去分嘅話咧，咁你就有一啲所謂嘅稅務安排啦。咁呢類型嘅東西係咪都係家族辦公室入邊嘅業務之一咧？係啊，冇錯。嗱，頭先我哋去分開先。嗱，家族辦公室咧，其實係分開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單一家族辦公室，一種咧就係 multi-family office 啦。咁咧其實都係點樣分法咧？就話係單一嘅話咧，一般嚟講就係一個嘅家族或者係一講緊富豪啦。咁佢哋咧就自己去請嘅，即係頭先講嘅翻就其實佢哋公司自己可能都有個團隊去做㗎啦。咁呢個一般嚟講就會係單一家族辦公室。咁佢哋咧就唔會話將啲呢一類型嘅專業人士咧溝埋佢哋公司，佢哋會係將佢分開咗嘅。咁呢一個團隊就淨係負責佢哋嗰個嘅傳承啊，或者係講緊佢哋啲資產點樣去管理。咁公司業務還公司業務。咁 multi-family office 咧就直情係只不過喺證監嗰度攞咗9號牌，即係講緊係資產管理嘅牌照。咁咧就純粹係幫唔同嘅單一家族辦公室咧去處理嗰個嘅資產點樣去投資啲咩地方啊，點樣去分配。咁分開兩種。咁頭先我哋好多時都主力都會講係就係單一家族辦公室咧，因為佢處理嘅嘢係比較多少少。好頭先所講地方就係話有啲嘅家族咧，佢係好上進嘅喎，佢啲子女嚇，或者啲後人好上進嘅喎。有啲家族可能地方就話係喂，其實我又唔係唔上進，不過我未必係上進喺我嘅即係個集或者係嗰個嘅家族嗰個業務上邊。可能我中意藝術，我就係中意畫畫嘅啫，或者係我中意其他嘅嘢。咁你唔可以話佢唔上進嘅喎，只不過佢自己個範疇上邊啫嘛。咁但係你嗰個嘅範疇，你又未必能夠令到你個家族嘅錢咧係去增長噶嘛，係。咁所以就兩種。咁我一般嚟講話咧，就會係
設立一個嘅信託，咁即係話，譬如你中意做自己嘢嘅，你嘅即係嘅業務嘅增長，其實係未必關乎到個家族嗰個嘅業務嘅話咧，咁但係你可能未必養活到自己嘅話咧，家族都會喺個信託上面咧，每個月啊或者一段時間嘅時候咧，有一個嘅資金去資助你，咁等你可以去發展自己嗰個嘅喜好啊咁樣樣。即係啲上進嗰啲嘅時候咧，就繼續咧就係覺得家族嘅生意咧係一定要我哋有好有責任嘅，一定要咧就係繼續去傳承，繼續將佢發揚光大嘅。咁我覺得其實好多人都會攞李錦記嚟做一個嘅例子啦。咁我覺得其實真係佢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地方咧，就係佢哋嗰個嘅仔女咧係你唔一定要翻嚟公司幫手。係，當你翻嚟公司幫手時咧，你一定有貢獻。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即係話我真係中意做自己嘢嘅，咁我咪去其他地方度工作咯。咁但係如果我翻返嚟公司幫手時咧，我就一定有貢獻。例如地方就係喺產品上邊有新嘅一個嘅發明啦，或者就係我個市場即係策略上面時候咧有一個新嘅策略啦，譬如我去加拿大、去非洲、去其他地方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係分開兩種唔同嘅做法。咁但係喺整體嚟講話咧，都係屬於家族辦公室所需要幫助嘅業務咯。嗱咁即係講深啲啦。咁即係譬如話喺香港啦，咁聽特區政府成日都咁講啦，話我哋發展家族辦公室啦。咁咧我又吸納咗幾多間嘅公司香港係成立咁樣。咁呢啲統計就係喺個市場上邊攞翻嚟嘅。咁咧就但係個問題就第一點，香港喺家族辦公室呢一個業務方面，咁雖然有一個增長啦，咁但係其實喺呢一個嘅行內或者喺全世界嘅嗰個嘅地位有幾高咧？咁第二樣嘢咧就話喺香港喺家族辦公室嗰個發展，咁將來會係有啲乜嘢係需要係去協助，令到呢一個行業能夠進一步發展咧咁樣。好啊。嗱，首先地方咧就喺香港而家嗰個嘅定位上邊咧，你話係咪已經令到全球啲人見到就係香港呢個嘅家族辦公室做得好好喎？咁一定唔係啦，因為你真係香港政府講係幾年前先至開始推動呢一樣嘢啫嘛。咁都需要時間慢慢係去發展嘅。咁你都要即係你打造一個品牌，香港一個品牌，你都要需要時間慢慢去打造出嚟出邊啦。咁所以咧，其實喺現階段你見到就係香港政府不停去公布一個嘅數量出嚟出邊嘅時候咧，其實未必就真真正正佢都係做緊呢個嘅家族辦公室嘅工作。原因地方就話係香港冇一個嘅牌照或者一個嘅立例就話只要你做咗呢個嘅範疇嘅話咧，一定要同政府登記，係冇嘅，就唔同新加坡。咁所以咧，其實政府喺揾 Deloitte 係去攞啲數據嘅時候咧，佢哋就喺 iBank 同埋 Powerbank 入邊咧去攞呢啲數據，就話係見到嘅銀碼去到咁上下嘅，咁佢哋就攤係一個嘅數量出邊，咁佢變咗就係有分別喺度咯。咁但係整體嚟講話咧，相信香港係需要時間去慢慢將呢個話俾大家聽，就係為香港呢一個嘅家族辦公室係做個業務做得好好嘅，而因此吸引到亞洲區嘅一啲嘅家族啦嚟香港做成立呢個嘅家族辦公室，跟住再投資世界各地咯。我呢度不如休息陣啦，翻嚟再同我哋嘉賓Stella再傾。好夠家熱食家，三碗豪蝦每隻60蚊，有創新低價，上級焗蒜蓉蒸每隻60蚊，同意年底每隻60蚊，人人食到笑哈哈。元州葵芳角、宋皇台、觀塘、葵涌行景龍果，好食人人知。理事會之全運新世代。第一集請嚟香港擊劍嘅大師兄張小倫。前幾屆全國嘅運動會啦，現場人哋其他省份嗰啲嘅支持者咧，好誇張噶，佢哋會派啦啦隊啊，所以我覺得如果喺香港搞，我哋亦都係多咗好多香港嘅市民啦去到現場嘅話咧，咁我相信對運動員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嚟嘅。下一集嘉賓有輪椅舞蹈運動員余俊賢同埋黃偉瓊。理事會之全運新世代。Commander Black and White Beauty 首席保養顧問 Amazing Grace 教你護膚保養，維持肌膚年輕秘訣。留意逢星期日上晝10點半，讓我程海一程主播主持嘅從身體健康節目時段內，鑽石美肌密碼，為你全面拆解肌膚問題，打造天生亮麗好膚質。
新城財經台2025擴闊新聞視野，深化內容，國際經貿局勢盡在掌握。星期一至五上晝7點至9點半，財資大道以宏觀角度睇通大局。至12點，全球市況一站式開市直擊。中午12時綜合式理財節目，急切理財。點緊接北美回歸線，超前部署美股入市策略。下晝2點起，3大節目即市作擊，揀股問盤，散戶奇兵，全程緊貼下午市況，專家分析，局部精辟。6點半至8點，場內外連線最強技術分析，總結全日港股表現。新城財經台2025放眼全球，學理財，一路生活。長期痛症失眠影響生活，但束手無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係慢性病嘅先兆。下個星期五中午12點50分，健康新力量環節會請嚟愛麗健醫療資深保健顧問 Sandy Lee 教你點樣改善健康，讓生活更美滿。投資市場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不停運作。黃師傅黃偉傑、Johnny 朱明亮，晚上繼續同你安實環球市況，深入探討宏觀經濟數據，詳細分析公司業績公告，同你挖掘投資價值，仲有每日一股推薦。逢星期一至五晚9點半，新城財經台繼續開始。理財眼光不由於方寸之志，理解部署，須通曉天下之事。理財通天下，主持瑞財陳以提。好，今日我哋理財通天下繼續有我 Esther 啦，身邊有陸瑞才教授同埋有 Stella 喺度。今日講緊呢個家族辦公室，咁啱啱就聽咗 Stella 介紹咗好多，咁我個腦裏面就開始有啲疑問啦。首先咧，我就覺得呢個家族辦公室嗰個家族咧，似乎要好龐大先至可以搞到呢個家族辦公室啦。其實個門檻係有幾高？我哋香港又係咪真係有咁多達到呢個門檻嘅家族咧？我聽落好似要成個財閥咁樣。外國家族咁樣，先係需要一個咁大嘅家族辦公室喎。咁頭先又話我哋又可以吸引即係嚟自亞洲唔同地方嘅家族嚟啦，即係我哋唔一定要靠本土嘅財閥家族嘅咁。咁但係咁人哋嘅地方都可以喺人哋嗰度成立家族辦公室㗎嘛？點解要嚟香港成立？首先就先講香港政府承認你係一個嘅家族辦公室咧，其實就係有一個嘅門檻嘅。例如咧就話係你投資額啊，唔係計你成嚿錢有幾多，係講緊你投資額就有3000萬美金，即係2億幾港幣啦。咁而喺每年嗰個嘅支出喺呢一個嘅家族辦公室上邊嘅時候咧，係有200萬港幣嘅。咁即係平均每一個月咧係大概係10零萬啦，10零萬啦，都唔使20萬係啦。咁其實咁呢一個係一個大嘅數啊，定係一個細嘅數咧？咁你諗下啦，如果你嗰個嘅投資額淨係講緊投資額，而唔係總資產啊，咁已經係坐底有3000萬美金嘅話，嗱，因為對住3000萬美金咧係唔計你話我投資咗去某一個行業或者企業上邊，而我係派人入去入邊度管理，呢個唔計數嘅。你真係純投資，即係話你要係我唔會坐入去呢一個，即係譬如我當舉個例子你講，我投資咗落去一間嘅係 ABC 公司入邊，咁我譬如投資咗佢佔咗佢哋嘅股份咧係大概係40%嘅，喂，我佔咗40%冇理由唔坐人入去睇㗎，係咪先？喂，佢嘅企業營運啦、盤數點樣樣我都要知㗎，咁呢個唔計數嘅，你真係要係純投資，即係話咧我要唔坐入去入邊，我純粹就呢個嘅股票賣得好或者要被動投資啦，係啦，一定要咁樣先至為之係計條數出嚟出邊。咁所以咧就話，咁如果你咁樣去分配嘅時候咧，你需要嘅人手係咩？你一定要揾一啲嘅律師喺度個團隊，唔使團隊，揾一個律師去，譬如你係幫佢買賣啊、簽 contract 啊，或者投資落去某啲地方度嘅時候咧，嗰個嘅合約上邊你都揾律師去睇啊，去 draft 嗰個文件啦，跟住揾一個嘅 auditor。去幫你去審計盤數啦，咁呢啲都係人工嚟㗎嘛，跟住仲揾一個咧係投資專家幫你就去睇條數，即係睇下呢個嘅程序都係投資，咁你加埋晒咧，如果你一個月嘅人工係10零萬，再加埋嗰個嘅地方即係租金嘅話咧，其實或者再請一個普通嘅 clerk 嘅話咧，其實又好似唔係太多啫喎，係咪先？咁但係咧當然就係喂，其實係咪即係話一定要3000萬嘅投資額我先計？而家只不過係香港政府定義為
家族辦公室，因為佢係免稅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冇呢個銀碼，係咪唔可以做咧？唔係嘅，咁一樣係可以。譬如我得其實幾千萬港幣嘅投資額嘅啫喎，我可唔可以成立啊？其實你係可以成立一個信託咧去做呢一樣嘢嘅。咁你咪慢慢將你嘅錢去滾動啊、增長啊，咁實咧到政府嘅要求，你就可以免稅啦，咁樣啫。應該其實咧又唔係真係一個咁高嘅要求嚟嘅，只不過就話通常好多時啲人覺得就係3000萬美金，其實要成立一個家族辦公室，要個團隊200萬一年嘅話咧，覺得都係唔划算。我覺得起碼坐底咧都要有5-6億嘅港幣啊，先至抵啦。如果唔係嘅話，好唔抵啊咁。我覺得就每一個人佢自己係去衡量咯。咁但係政府嘅要求就係咁樣啦。嗱咁講翻就係，譬如話政府響過去幾年啊，係大力咁推廣呢一個家族辦公室啦。咁響香港做呢個嘅家族辦公室嗰個嘅業務有啲咩優勢咧？咁就頭先所講例如係嗰個嘅免稅啊，咁啊譬如話我同鄰近嘅地方啦，如果大家講財會管理嘅，都離不開幾個競爭對手嘅，一個咧就係亞洲區就新加坡啦，如果唔係咧就一定係歐洲嘅瑞士㗎啦。咁啊好少人會講你呢一個嘅美國啊，或者係歐洲啊其他地方嘅，因為大部分地方啲稅都係高到離晒譜嘅，咁同埋咧係冇得係點樣去扣啊或者免嘅咁樣。咁香港個優勢又點樣同其他鄰近嘅競爭地方有啲乜嘢嘅差異咧？我覺得優勢咧，其實而家係多咗嘅。咁頭先你所講地方就係去鄰近去睇嘅話，一定係新加坡啦。跟住再遠少少地方就係瑞士啦。咁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就係俄烏戰爭開始嘅時候咧，咁瑞士咪將佢自己啲客戶嘅名單咧交咗出嚟出邊嘅。咁呢度咪令到佢係好多嘅富豪將啲錢係拎走咗嘅，因為好擔心就將自己啲即係嗰個名單啲嗰個嘅資料咧交咗出嚟出邊啊嘛。所以瑞士咧喺而家呢刻嘅時候咧，就係好多嘅一啲唔係好想俾人知道佢自己係咩嘅身份，或者係呢啲資金喺邊度嚟嗰啲人咧，其實就離開晒㗎啦。咁所以就話淨係去到香港同埋呢個嘅新加坡，咁其實就開始去睇咧，就睇咩咧？其實稅呢一樣嘢咧，因為大家差唔多，咁所以咧其實就稅嗰邊咧未必一定有好大嘅優惠喺度，但係政府唔做又唔得喎。咁你唔做嘅話，你就俾人哋多咗啦嘛，係。咁反而係嗰個背後嗰個嘅投資嘅地方。咁好多時啦，譬如喺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嘅話咧，近年多咗好多係內地嘅富豪嚟香港設立家族辦公室。咁誒嗰啲點解唔去新加坡？其實佢哋未必唔去新加坡，佢哋會係香港同埋新加坡同時都會設立家族辦公室。咁原因地方就係佢哋嘅投資嘅地方係唔同。譬如佢哋可能係通過香港嘅時候咧，可能去投資一啲係同中國友好關係嘅一啲嘅國家啦。咁譬如去新加坡嘅話咧，佢哋可能就會覺得，因為我可能我投資翻去歐美方面嘅時候咧，會較為好啲。咁所以其實就喺個投資方面，但係咧我哋見到就話係喺過去幾年，特別疫情嗰幾年嘅時候咧，香港呢一方面咧係停滯不前嘅。新加坡就話做到生意都要拒絕生意咁樣啦。咁但係疫情過之後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好多真係由嗰邊嘅錢咧係搬咗過嚟香港嘅。個原因地方就係之前因為佢哋飛唔到去，即係去香港去國內都唔方便啦。咁咧就焗住就去嘅話就去新加坡。咁但係而家之後發覺，而家世界各地都好方便喎。咁咧就發覺，因為新加坡邊咧有好多嘅一啲嘅法例上面嘅時候咧係窒礙住佢哋。咁所以就寧願就香港，因為始終香港係全球一個資金流動係最方便嘅地方。咁呢個係香港嘅優勢，呢個真係喺香港係最大嘅優勢嚟㗎，根本就係。咁你話稅方面咧，其實就只要而家政府話係免稅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冇乜特別。但係除咗之外嘅時候咧，就紅酒同埋藝術品嘅交易咧，而家香港係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喺家族辦公室嚟講話咧，係一個嘅優勢咯。因為家族可能啲後人啊，都係你擺喺其他地方去管理啊，都要係 enjoy life 㗎嘛。係啊。咁有一啲係最富裕嗰啲啊，即係而家傾嚟傾去嘅一啲最奢侈嗰啲啊，遊艇啊，飛機啊，私人飛機啊嗰類啦，咁就啱晒佢哋啦。咁再進一步啦。咁香港我哋冇一個嘅 license 係講緊係家族辦公室。咁問題一，佢哋香港係咪需要一個特別嘅 license，令到呢啲從事有關嘅行業嘅人得到一個所謂嘅認可，或者一個特別嘅門檻，係可以同其他嘅資產管理係區分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如果香港作為呢一個嘅家族辦公室嘅發展，咁有啲咩建議俾政府？嗱，首先咧就問過政府嘅，咁佢哋話唔傾向咧攞個嘅牌照。佢原因地方咧就因為頭先我哋所講地方係可以由細到大都得，即係個
資產能不入數大則，有啲可能地方就係、我哋成立一個信託嘅啫，我其實咩都唔搞根本就係、咁你又要個牌，因為信託已經有牌照㗎啦嘛，咁就變咗就話，呢個信託牌照又要再攞個家族辦公室牌照，好似好奇怪咁。咁好啦，譬如話multi-family office 嘅話，咁已經係攞證監嘅9號牌照啦嘛，已經有證㗎嘛9號牌照，又要再攞多個家族辦公室，佢覺得就係、政府覺得好似重疊咗，所以就講咗話唔攞。當然而家呢一刻話唔攞，唔等於將來唔整啊。咁但係其實你會見到咧，就坊間開始咧係唔同嘅機構咧都開始設入呢一個嘅家族辦公室嘅課程，因為就係想啲人咧就係、可能你係律師，你係會計師啊，或者資產管理嘅人啊、信託嘅人啊好啦，你係明白整體成個家族辦公室所需要嘅一啲嘅範疇，你唔好淨係知道自己，你就知道埋人哋一啲，咁你變咗就可以係好全面地去睇咯。咁呢個係可以幫助到咧，係香港即係作為一個亞洲區家族辦公室嘅 hub 嘅話咧，其實就係有一個好處喺度嘅。咁但係因為而家都始終都係開段啦，有好多機構嗰個嘅課程嘅時候咧，係咪即係真係咁可以咁深入咧？咁慢慢去睇啦。咁但係另外呢樣嘢方面就係絕對係可以幫助到香港嘅。除此之外話咧，係香港對外嘅宣傳，因為任何嘅品牌你都要對外宣傳噶嘛。咁一定要就對外宣傳咧，香港喺家族辦公室上邊咧嘅專業團隊或者嘅專業人士係幾咁專業，呢個喺度好重要，因為大家知道富豪佢哋攞到啲錢嚟俾你哋去一個團隊去搞作嘅話，咁如果就你係唔夠專業嘅，咁我咪除咗浪費錢之外，其實你係會令到我嘅資產係會大幅減值噶嘛，咁所以就係一定好需要政府係去幫忙係去推動咯。咁今日咧好多謝 Stella 咧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同家族辦公室有關嘅各種嘅知識啦，thank you Stella。